不是一般的人都这样吗？当是狗呢？嗯，谁是狗？你我在说谁？我在说谁？笑，嘴唇都一直在颤抖了。笑，赶紧开始。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。行，算我认了。周大哥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什么游戏？是一个问什么就只能说当然的，但凡有迟疑就算输。可以啊。我是不是全世界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女孩呢？当然了，那你是不是只想和我一个人看星星、看月亮、吃烧烤呢？当然啦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当然了，你就喜欢。跳杠啦，那你是不是明天就要嫁给我了呀？